在娛樂圈這片光怪陸離的名利場中，每一束聚光燈下都藏着無數雙窺探的眼睛，而鏡頭之外的那些暗流衝動，往往比銀幕上的劇情更加曲折離奇，也更令人唏噓。當一則關於張柏芝與王菲的傳聞以威脅毀臉與粉底投毒這般驚悚的字眼浮出水面時，它像一塊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瞬間激起了千層浪花。這不僅僅是一則八卦，更是一面映照出人性優美、行業生態與公眾情緒的鏡子。我們姑且先擱置真相與謠言的界限，順着這條充滿揮劇張力的線索，去展開一場關於美貌、年齡、情愛與尊嚴的敘事探索，看看在這虛擬的故事框架下，究竟能折射出多少現實世界的倒影。故事的起點要追溯到一場本該星光熠熠的慈善晚宴後台。那晚的香港會展中心，水晶吊燈將大理石地面照得如同銀河，空氣中交織着高級香薰如香檳氣泡的細微聲響。張柏芝身着墨綠色絲絨長裙，腰肢束得極細，鎖骨上那顆傳自母親的翡翠墜子隨着她的步伐輕輕搖晃。她正對着化妝鏡做最後的唇色調整，指尖微微發顫，不是因為緊張，而是因為3分鐘前，她無意間聽到了隔壁 VIP 休息室傳來的對話。那是沒有完全合攏的門縫裡，飄出王菲清冷又帶着幾分慵懶的聲音，正在與她的金牌經紀人討論着某部國際大製作的選角。原本這與你無關，可偏偏經紀人那句他那臉早就靠玻尿酸撐着，稍微動點手腳就能讓他在鏡頭前原形不露，像一根細針，精準地刺入了張柏芝的耳膜。他握緊了口供管，指節泛白。那一刻，他感受到的不是憤怒，而是一種被冒犯到骨子裡的寒意。他與王菲之間還緊着的是謝霆鋒這個名字交織出的10幾年恩怨，從最初的風飛戀轟轟烈烈，到他與謝霆鋒烈婚生子，再到婚姻解體後王菲與謝霆鋒復合，這其中的情感糾葛早已不是簡單的愛恨情仇，而是被媒體放大，被公眾咀嚼，被時間佛教成了一種宿命般的對視。在張柏芝看來，那句關於臉的議論絕非磨心之失，而是赤裸裸的宣戰。他太清楚在這個圈子裡，一張臉對於女演員意味着折磨，那是飯碗，是尊嚴，是歷經風雨後依然要挺立在這殘酷舞台上的最後盔甲。於是，一個念頭在他心中悄然滋生，不是出於惡，而是出於一種近乎本能的自我保護。他必須反擊，必須讓那位高高在上的天后明白，自己不再是當年那個任人評頭論足的女孩了。接下來的幾天，張柏芝表面上風平浪靜，照常接送孩子上學，在社交媒體上發着陽光下的健身照。可私下裡，她動用了自己多年積累的人脈網絡，開始了一場不動聲色的調查。他託人找到了王菲此次亞洲巡演香港站的御用化妝團隊名單，那是一個由國際頂級彩妝品牌冠名的5人小組，其中為首的是圈內赫赫有名的造型師 Kenny。此人以手法大膽、用色先鋒著稱，尤其擅長用光影重塑五官輪廓。張柏芝花重金約出了 Kenny 的副手，一位名叫阿妙的年輕化妝師，在半島酒店的套房裡，他沒有繞彎子，而是直接將一張7位數的支票推到了對方面前，語氣輕柔卻帶着不容置疑的力度。我不需要你做雜麼傷天害理的事，只需要在給王菲上底妝時，把這款我自己定製的精華液混進她的粉底裡。他拿出一個沒有標籤的深棕色玻璃瓶，裡面裝着半透明、微微泛着珠光的液體。這只是高濃度的植物提取物，會讓皮膚在燈光下顯得特別透亮。但唯一的副作用是，如果後續補妝時用了含酒精的定妝粉末，兩者裂合會產生短暫的微水腫反應，大概持續4-5個小時，足夠讓他在那場最重要的直播訪談中，臉型看起來比平時圓潤一些，僅此而已。阿妙盯着那張支票，又看看那個小瓶，手指在色盒上反覆摩挲，最終他點了點頭，但提出了一個條件：這件事天知地知，而且我只會混入一次，之後無論發生雜麼，我都不會承認。張柏芝笑了，那笑容裡帶着一絲疲憊的釋然。他知道自己已經走出了無法回頭的一步。而另一邊，
王菲對這一切渾然不覺。她正沉浸在新專輯的混音工作中，每天在錄音棚待到凌晨，對護膚和妝容的要求依然保持着近乎苛刻的標準。她算用的是自己代言多年的某法國貴婦品牌，每次上妝前都要用冰鎮過的玉石滾輪按摩面部10分鐘。她相信血液循環帶嚟的自然紅潤比任何腮紅都動人。那場備受矚目的直播訪談定在了周六晚上8點，地點是位於中環的某豪華酒店頂層套房。屆時括有全球數十家媒體同步轉播，話題涵合她的音樂理念、生活態度以及不可避免的情感追問。王菲的團隊如臨大敵，提前3天就開始彩排燈光角度，確保每一束光都能勾勒出她清晰利落的下頰線。演出當天下午，亞妙按照計劃來到了後台化妝間，她打開自己那碩大的化妝箱，熟練地將各種餐具一字排開。當王菲素顏披着浴袍坐下時，亞妙深吸了一口氣，手指觸碰到那瓶混合了特殊精華的粉底液時，幾不可察地停頓了1秒。她開始一層層地上妝，先是保濕乳液，再是妝前乳，最後用濕海綿將粉底液均勻地拍打在王菲的面頰、額頭與下巴，動作輕柔得像在撫摸絲綢。王菲閉着眼，以半流淌着舒伯特的弦樂4重奏。她偶爾佢睜開眼看看鏡中的自己，對亞妙露出一個滿意的微笑。那一刻，亞妙心裡衝上一陣強烈的愧疚，但她想起支票上那串數字，想起自己下個月即將到期的房貸和母親的手術費，終究沒有停下手中的動作。整個上妝過程持續了40分鐘，當最後一道定妝散粉掃過鼻翼兩側時，王菲的肌膚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莹潤光澤，甚至連她最在意的眼下細紋都被填平得無影無蹤。她站起身，對着鏡子轉了轉臉，側面的輪廓線依舊緊緻，但倘若足夠細心，佢發現顴骨下方的咬肌勾域比平時微微飽滿了一點點，就像剛喝完一大杯水後的輕微浮腫，但願沒有到明顯的程度。直播開始了，王菲身穿一襲白色國營西裝，坐在深藍色的天鵝絨沙發上，面對主持人的提問，她依然保持着那種招牌式的慵懶與犀利。談到音樂時眉飛色舞，說到生活時又雲淡風輕。然而，隨着訪談的深入，燈光逐漸升溫，現場的補光燈和閃光燈不停地閃落，室內的溫度也慢慢升高。王菲習慣了在乾燥的空調環境下工作，但今晚為了營造溫馨的直播氛圍，團隊特意調高了暖風，這樣她的面部皮膚開始微微出汗。按照慣例，中場休息時，她佢讓亞妙用吸油紙輕壓面部，然後補一層薄薄的粉。可這一次，亞妙在補妝時，按照張柏芝的指示，拿出了那瓶含有高濃度酒精的定妝粉末，均勻地粉灑在了王菲的額頭、雙頰與下巴。那一刻，化學反應悄然發生，植物提取物中的大分子多糖與酒精相遇，迅速與皮膚表層的角質細胞結合，牽動了皮下組織液的短暫滯留。起初只是細微的變化，王菲自己都未察覺，直到訪談進行到最後20分鐘，導播切換到一個正面特寫鏡頭時，監控屏幕前的所有工作人員都倒吸了一口涼氣。王菲原本小巧精緻的鵝蛋臉，此刻在兩下部位明顯膨脹了一圈，下頰線的弧度變得模糊，甚至嘴角兩側出現了一道尖尖的，類似於浮腫造成的陰影。彈幕瞬間炸開了窩，天后是不是胖了？這個角度臉好圓啊，是不是醫美後遺症？之類的評論如同雪花般刷屏。而王菲本人尚未看到鏡頭畫面，她依然談笑風生，直到最後列速語說完，她起身走向休息室，路過一面落地全身鏡時，她才猛地停住腳步，瞳孔驟縮。她抬手撫上自己的臉頰，指尖用力按壓下去，留下的白印久久不退，那是典型的水腫跡象。她瞬間轉頭看向亞妙，眼神冷得如同西伯利亞的凍原，一字一句地問：你今天用的粉底是幾毫色？是不是換了新配方？亞妙低下頭，聲音細如蚊蚋：沒有，菲姐，和平時一樣的。但王菲是何等通透的人，她在圈內沉浮近30年，怎麼暗自沒有現過？她
她當下沒有發作，只是默默撥通了自己私人醫生的電話，要求對方立刻過來採一份面部殘留物的樣本。當天夜裡，整個網絡已經被王菲直播臉腫的話題佔據熱搜榜首，各種角度的截圖被做成對比圖，營銷號們爭先恐後地分析着天后顏值崩塌的種種可能原因，從生理期水腫到填充物移位，從熬夜導致代謝紊亂到最新款的醫美項目失敗，五花八門，眾說紛紜。而像柏芝此刻正坐在自家別墅的影音室裡，看着屏幕上王菲那張略顯變形的臉，她心裡沒有預想中的快感，反而衝起一陣難以名狀的空虛和慌張。她關掉電視，走到窗前，望着翁多利亞港對岸的璀璨燈火，手裡的紅酒杯被她賺得溫熱。她突然意識到，自己用最不光彩的方式驗證了一個最殘酷的事實，無論她如何反擊，她與王菲之間那種無形的角量永遠不會因為一次小小的惡作劇而分出勝負，反而會讓這道裂痕變得更深更醜陋。與此同時，王菲通過醫生對殘留物的快速檢測，雖然無法立刻鎖定具體成分的源頭，但醫生明確告訴她，這是一種非標準化妝品的混合物，含有明確的致腫成分。王菲沒有報警，也沒有召開罰報會，她只是讓經紀人傳了一句話給所有當天接觸過她妝容的工作人員：我希望這個人今晚能睡個好覺，因為明天開始，我會用我的方式把這件事查得水落石出。接下來的72小時是圈內最驚心動魄的暗戰。王菲動用了她那位在政商兩界都極有分量的前夫李亞鵬的人脈，通過私家偵探調取了當晚後台所有監控錄像的備份，並逐一分析了化妝台前每一瓶液體的成分。而像柏芝則緊急聯絡了阿妙，讓她立刻飛往泰國避風頭，並承諾後續會再打一筆款項過去。但阿妙畢竟只是個年輕女孩，她扛不住內心的恐懼與道德的譴責。在飛往曼谷的飛機起飛前，她偷偷用匿名郵件向王菲的工作郵箱發了一封簡短的懺悔信，信中並未提及張柏芝的名字，只說是自己一時鬼迷心竅，受人指使，在粉底中加入了特殊精華液。這封郵件成為了整件事的轉折點。王菲拿到郵件後，通過技術手段追查 IP 地址和匯款記錄，雖然沒有直接證據指向張柏芝，但結合兩人過往的恩怨以及阿妙近期銀行賬戶上的大額進賬，王菲心裡已經有了答案。她沒有選擇將證據公之於眾，也沒有選擇以牙還牙，她只是在某個深夜給張柏芝發了一條短信，內容只有6個字：我懂你，但不必。張柏芝收到短信時正在片場拍一場哭戲，她看着手機屏幕上那簡短的句子，眼淚瞬間決堤。這一次不是演技，而是真實的，混雜着羞愧與釋然的淚水。她明白了，王菲不是磨力反擊，而是選擇了一種更高維度的姿態。她不屑於將這場低劣的報復升級成兩個女人之間的醜惡戰爭。她看穿了張柏芝所有的不安與脆弱，並用一種近乎悲憫的方式，給了她一個台階，也給了自己一個體面。然而，公眾輿論並沒有因為兩位當事人的沉默而平息。網絡上的吃瓜群眾化身為最敏銳的偵探，有人翻出張柏芝1個月前曾在某美容展上私下繪現某化工原料商的舊聞，有人對比了阿妙突然辭職並註銷社交賬號的時間線，更有甚者用 AI 技術分析了王菲直播前後的臉部3雍建模，聲稱發現了水腫面積的精確百分比。整個事件被演繹成了一部陰謀與愛情的悲喜劇。支持張柏芝的粉絲認為她只是忍無可忍的自衛反擊，是長期遭受情感碾壓後的絕地求生；而擁護王菲的擁躉則痛斥這種行為是惡毒的、非女性的，是對同性年齡和外貌的極度不尊重。兩派在各大論壇展開混戰，罵戰之激烈甚至合過了當時正在進行的國際電影節新聞。而身處漩渦中心的兩位女星，卻同時選擇了用工作來對沖這場風暴。張柏芝推掉了所有採訪，專心泡在健身房和表演工作坊。她把自己練得精疲力盡，試圖用肌肉的酸痛來洗刷內心的不安。偶爾被狗仔拍到帶兒子去遊樂園，她素顏朝天，笑容溫暖，仿佛外界的一切喧囂都與她無關。
王菲則按原計劃繼續着她的巡演，下一站是上海梅賽德斯奔馳中心。她站在800人的舞台上，唱到人間時，大屏幕給到她的特寫，臉部已經恢復如初，線條凌厲，眼神清澈。她甚至在間奏時微微一笑，說了句昨天的事就讓她留在昨天吧。全場掌聲雷動，那一刻她用最職業的方式將一場鉗對她容貌的暗算化作了自己藝術生命中的一段無傷大雅的插曲。在這場真假難辨的風波中，真正值得我們深思的或苦並不是誰對誰錯，也不是張柏芝是否真的下了黑手，王菲又是否真的中了招，而是我們作為旁觀者為何如此熱衷於消費兩個女人之間的戰爭，尤其是當這種戰爭被包裝成毀臉投毒這般充滿身體恐怖色彩的敘事時。美貌在這個時代被賦予了太沉重的意義，它既是女性的資本，也是枷鎖。張柏芝與王菲，一個以清準玉女形象出道，歷經艷照門、離婚、單親媽媽的重重坎坷，她的每一次復出都被外界用放大鏡審視着每一絲皺紋的增減。一個以空靈天后之姿屹立樂壇數十年，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被期待永遠保持不老的仙氣，稍有浮腫便會被解構為事業下滑或情變前兆。他們被困在同一種焦牢裡，那就是在這個視覺至上的行業，一旦容顏被判定為崩塌，隨之而來的便是資源流失、價值貶損，甚至是被新一代更年輕的面孔磨情替代。張柏芝的極端反應固然是出於對王菲那句動手腳言論的應激，但更深層的原因是他潛意識裡將王菲視作自己過時的象徵，仿佛只要擊垮了王菲那象精緻的不老容顏，他就能打破時間對女演運的詛咒，就能證明自己依然是不可取代的。而王菲的淡然以對，則是一種看穿遊戲規則後的超脫。她當然在意自己的臉，否則不會每天堅持複雜的護膚儀式，但她更在意的是自己是否被這種焦慮所奴役。她用那條短信傳帶的訊息是：我理解你對衰老和被遺忘的恐懼，但你不必用傷害我嚟證明你的存在。這場荒誕的粉底風波最終未有演變成法律訴訟，也沒有媒體發布會上互相控訴的狗血戲碼。它像一滴落入熱油的水，劇烈炸裂後又迅速蒸發，只在鍋底留下一點淡淡的痕跡。幾個月後，有記者在某個慈善拍肉會上同時拍到了張柏芝和王菲，兩人隔着幾個席位，沒有交流，但張柏芝主動舉杯，朝着王菲的方向微微致意，王菲也輕輕點頭，嘴角彎起一個給淺的弧度。這個畫面被網友解讀為世紀和解的預兆，但或苦，他們之間根本談不上和解，因為他們從未真正有過你死我活的正面衝突，有的只是兩個同樣在名利場中掙扎的女人，在某個時空節點，因為一個男人留下的情感殘影，以及外界不斷拱火的輿論壓力，而差點滑入互相傾軋的深淵。幸好，他們一個在最後一刻收住了手，一個在最憤怒的時刻管住了嘴，這才讓這出悲劇免於最不堪的裂局。當我們將視線從這一事件中抽離出來，放在更廣闊的人生坐標上審視，會發現類似的故事每天都在世界的各個角落上演，只不過主角換成了辦公室裡的同事、家族中的姐妹，甚至校園裡的同學。容貌焦慮、年齡恐慌、情感糾葛所帶嚟的敵意，常常讓我們將他人視作假想敵，以為打壓了對方的光芒，就能照亮自己的路。可事實恰恰相反，真正能夠定義我們價值的，從來不是別人臉上的瑕疵，而是我們自己眼中的光亮。張柏芝通過這件事，開始更多地投入到幕後製作和公益項目中，她逐漸接受了自己潰老去，佢不再那麼完美的現實，反而活得更加從慈。而王菲則繼續用她空靈的歌聲提醒着所有人，靈魂的豐盈遠比外表的精緻來得長久。她在一次採訪中罕見地談及此事，只是淡淡地說：大家都太緊張了，放鬆一點，臉腫了也驅消，心腫了才難辦。作為這場喧囂的旁觀者，我們更應警醒的是，當我們在屏幕前津津樂道於天后臉變形的對比圖，熱衷於分析柏芝復仇記的細節時，我們是否也在不自覺地成為這場惡意循環的一環？
吃瓜本無罪，但若將快樂建立在對他人的審視、貶低與猜測之上，那我們與那些施害者之間又有多大的勾別呢？娛樂圈的聚光燈已經足夠刺眼，它放大了每一個毛孔，也扭曲了每一份真實的情感。而我們作為觀眾，理應用更平和、更理性的目光去破除這種過度關注所帶來的異化效應。我們可以欣賞像柏芝作為母親的堅韌與作為演員的敬業，也可以讚美王菲作為藝術家的純粹與作為女性的獨立。她們各有各的光芒，也各有各的幽暗。她們不需要被捧上神壇，更不應該被踩入泥潭。她們只是兩個活得極其努力的女人，一個在紅塵中跌撞前行，一個在雲端上我行我素。她們的交集原本可以只是兩條平行線，卻因為外界的過度解鬥而被強行令成了死裂。如今，那個關於粉底的秘密已經被時間沖淡。阿妙在泰國開了家小民宿，偶爾還會在朋友圈曬出她為客人畫的新娘妝，手藝依舊精湛，只是再也無人知曉她曾經歷過怎樣的驚濤駭浪。像柏芝和王菲各自繼續着他們的旅程，偶爾在同一個活動上相遇，不再刻意迴避，也不再刻意親近，就像兩棵生長在同一片森林裡的樹，根係在土壤下可能曾經糾纏過，但最終選擇了各自向着陽光伸展的方向。而謝霆鋒這個始終站在風暴中心卻從未開口解釋的男人，依舊專注於他的美食與音樂，仿佛這一切情感暗衝都只是外界強加給他的劇本。或苦，這才是生活最真實的模樣，未有非黑即白的善惡，沒有酣暢淋漓的復仇，也沒有完美無瑕的寬恕，只有一個個帶着傷痕和缺陷的人，在時間的河流裡笨拙地學着與自己與他人握手言和。最終，我想以一段簡短而真誠的話來收束這場虛構卻引人深思的敘事。在這個信息紛繁、情緒易燃的時代，我們都需要一顆沉穩的心，不必急於站隊，不必熱衷審判，更不必將他人的故事當作自己情緒的宣洩口。每一張面孔背後都有不為人知的艱辛，每一段恩怨之中都藏着未被傾聽的獨白。讓我們學會把目光從別人的臉上移開，轉而關注自己的內心是否足夠開闊。美貌俱消逝，熱度俱冷卻，唯有對他人境遇的同理心和對複雜人性保持謙遜的態度，才能讓我們在吃瓜的喧囂後依然保持清醒與善良。願我們都能成為理智的驗證者，而非盲目的參與者，讓娛樂圈回歸娛樂，讓生活回歸生活，讓每一個女性，無論她是天后還是凡人，都擁有不必靠捍衛面孔來捍衛尊嚴的權利。這才是這場風波留給我們最珍貴的啟示。